来自台南、高雄以及嘉义县市的青年学子，以分组合作的方式挑战各项闯关任务，在游戏中学习 CRC 儿童权利公约精神，了解儿少权利的重要性。透过寓教于乐的活动设计，不仅提升参与感，也提供青少年一个健康、正向且具教育意义的暑假。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朋友今天来参加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然后透过益智活动，然后还有团队合作，然后来这个刺激自己的大脑，也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儿童跟年轻人是我们将来的指望，但是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到底是在减少他们的力量，还是增加他们的可能性呢？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有棱有角的个性，增加了更多元的一些能力以后，他们会更有办法能够更圆融的融入整个大环境跟世界。今年活动以玩科学、动权力、创未来为主题，融合科学实验、互动体验及团队挑战，让青年朋友在闯关过程中激发创意，学习团队精神，也从实际参与中深化对儿少权利的认识。来到这边的话，我可以看到摊位前面都有贴那个介绍儿少公约的一些条文，然后在活动开始之前啊，又有宣读一些，比如说像支持儿少什么的，然后这一场活动下来，我觉得我就是可以更加认识什么叫 CRC 儿童权利公约。开幕仪式的时候，主持人也有去介绍 CRC 的那些原则，然后前面有一些开幕式的表演，然后邀请的也都是青少年为主呢，还有什么电音三太子，我觉得蛮新奇的。然后像是现在的话，也有台南一中还是佳琪高中的学生，然后在表演。然后整个活动会场是有科学闯关活动，然后主要就是围绕着以科学为原理知识基础，然后还有说以认识 CRC 原则为主的活动，然后可以让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就是不分年纪都可以去更了解这些东西。台南市社会局指出，透过跨县市交流竞赛，不仅促进公司部门携手推动青年培力，也让青少年在合作互动中拓展人际视野，建立自信与责任感。未来台南市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将持续办理多元培力及志工服务活动，打造更多青年参与与公共事务的平台，陪伴青少年发掘潜力，勇敢逐梦，为未来累积更多成长能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